今日跟女嘅我是二來查了包漿會那個是呢小朋友幸福而聽我來乖嘅我是我媽的10個戒眼鏈獎佢是真係儀式感爆棚今日更加應該感謝嘅係我嘅老婆依家就講呢今日係我嘅女嘅出生日而係我嘅老婆嘅受難日呢所以更加應該感謝佢此時此刻我未對任何的方式表達我嘅心意求恁祈發紅包對恁獎呢各位 gentlemen 香港嘅 moment 大家聽見冇硬嚟走呀幾大你都要出掉個要問佢，因為治療生養啊嘛，令我嘢順利你行你就奧運贏噶啦嘛，係咁講咩？我感覺我個老婆接受我嘅心意之後，少驚訝唔驚訝，佢一刻冇得接的啦。其實我啲要求好簡單嘅，最緊要屋企人太太真正是喺健康上言論，小朋友學習同命令理快個將愛就得噶啦。好啦，今日就分享到這裡，對祝所有嘅小朋友身體健康，好好學習，健健向上。